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，在这无人窥视的房间里，你正在做什么？或许你正轻轻关上灯，艺术10年如一日的熟悉手法，进行住那项专属于自己的私密行为。但是，你是否曾经想过，你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那种方式，其实正在悄悄地摧毁你的射弧线，蚕食你的性功能，甚至可能导致排尿困难，甚至是不孕的悲剧。自卫有益健康，累积会生病，需要经常宣泄。这些话，你是否听了几十年，深信不疑？然而，这些观念究竟是不变的真理，还是早已过世、充满危险的迷思？特别是对于60岁之后的男性而言，我接下来要说的将会是你生命中一个彻底的转捩点。为什么？因为60岁以后，男性的身体已经与年轻视判若两人，射护腺会逐渐重大，睾丸功能开始衰退，生殖器周围的血管因老化失去弹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幻想年轻是那样重复旧有的滋味方式，就像是一台濒临报废的机器，你却还在强行注入燃了，而这份代价将会超乎你想象的知名。有多少男性正在保守漏鸟、阳痿、排尿不紧，甚至无法射精的痛苦，确实终不明白为何会这样。然而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将不同。我将以最真实、最不避讳的医学证据，为你揭露年长男性真正需要的正确自卫法，以及必须立即避免的危险习惯，以意为你剖析。这绝对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也无需感到羞耻。你的身体从现在起就能开始全新的修复与再生。如果你渴望了解那些你从未被告知的真实，请务必将这支影片看到最后，它将彻底改变你的健康，重塑你夜晚的自信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，请你点击免费订阅并按下喜欢按钮。我重新为你100岁人生的幸福与健康加油。意识的真实告白，你一直以来的滋味方式可能正在虐待你的身体。我是林义士，今年63岁，一名执业超过30年的泌尿科转科医师。在无数次与男性患者的健康资讯中，我听过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告白。义士，我一直听说不自卫会生病，所以一辈子都这么做。但最近，每次结束后都感觉特别虚弱，身体反而更不舒服了。年纪大了，射精也变得奇怪，总感觉射弧线好像被什么压住。说这些话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那些自慰已成习惯的60岁以上男性。这里有一个关键事实：老年期的自慰行为其运作原理与年轻是截然不同。然而，许多男性却依然沿用30、40岁时的方式刺激自己的身体。他们甚至习惯性的只针对生殖器进行快速、强力的摩擦，或强行诱导射精。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吗？这会对射弧腺造成持续性的压迫、过度耗损、睾丸功能，最终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、尿道炎、排尿不紧干，甚至演变成更严重的射弧腺炎。自慰本身没有错，问题处在方式。如果你想在年老后依然保持健康与自信的性生活，现在你必须学会以身体渴望的方式来对待它。你需要调整刺激的强度，转向保护射弧腺和尿道周围的方向。否则，你这辈子所享受的行为
反而会变成摧毁你性功能的元凶。重要的就是现在，趁一切换来的记，请衷心倾听身体的信号，并改变你的习惯。接下来，我将为你揭露具体的方法。这是一套从未有人真正教过你，转为年长男性设计的正确自慰法，停止身体虐待60岁后男性必须戒掉的4大危险自慰习惯。坦白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大多数60岁以上的男性所采用的自慰方式，对身体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慢性折磨。短暂的快感背后，你的射弧腺和性功能正在悄悄地崩坏。如果你正在看这支影片，并感觉到身体冒出隐隐作痛，或总觉得那里不对劲，那表示你的身体早已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出停止这种方式的信号了。首先，最常见也最知名的错误就是经我用力指骨摩擦龟头的自慰方式，特别是做过包皮缓切手术的男性，更容易陷入一种错觉，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有感觉。然而，这正是马背龟头敏感度的捷径。结果呢？勃起维持时间缩短，快感越来越迟钝，到最后甚至会完全没有感觉。等到那时候，即使服用药物也无法勃起了。第二个危险习惯是兴奋围到丁点，却强行射精。即使兴奋程度不足，你却记住先射为快，强迫身体射精。这样会发生什么事？你的射弧腺会被过度积压，甚至中张。射精后，腹部会感到沉重，伴随着排尿、不经干，甚至会有刺痛感。如果射精后身体不应该感到舒畅，反而更疲惫、更虚弱，那表示你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色警报灯。第三个误区是，总是重复同一种方式，只刺激同一个部位。大多数男性都习惯之前后摩擦龟头，问题在于这种重复性的刺激会降低神经的反应性，导致大脑对刺激越来越麻木，最终只会寻求更强烈、更粗暴的刺激。长此以往，回倒质性敏感度严重下降，以至于对任何刺激都无法产生兴奋，最终导致真正的性生活也变得困难种种。第四个，几乎被所有人忽略，却极其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完全不碰回阴部和肛门周围。这个部位与射弧腺息息相关，只需轻轻按压或刺激这里，就能彻底改变射精的强度、快感的深度以及射弧腺的血液循环。但大多数人却一辈子只知道摩擦生殖器，却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位，就像释放着重要的燃料线不力，却只顾敲打油箱一样。让我为你总结一下。对于60岁后的男性自慰，有4个绝对不能做的习惯：不要尽我用力，只顾摩擦龟头；不要在兴奋微到丁点时强行射精；不要总是重复同一种方式，至此及同一个部位；不要完全不碰回应部和肛门周围。如果你能从现在开始停止这4个习惯，你的身体将会得到惊人的恢复。你的射弧腺、勃起功能，甚至你的快感，都能重新找回活力，找回深夜的自信。迷尿可以是度假揭露的3大黄金自慰原则。好了，摆脱那些伤害身体的习惯吧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真正重要的是，如何透过自慰来保护你的射弧腺，甚至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更深层次快感。这3个核心原则，现在就为你揭晓。从此刻起，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好的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如何真正拯救你的身体了。
我将兵器复杂的理论和医学术语，以最实际、最真诚的方式，为60岁以上的男性提供3个。你现在就能在家肚子尝试的滋味方法。这不仅仅是医学上的建议，更是从真实患者身上严正有效的实战策略。第一，不要近我，不要摩擦，轻抚慢揉，温柔的对待。过去，你可能习惯了近我生殖器，快速摩擦龟头，但那种方式只适用于年轻时。现在，它只会对你的射弧线造成暴力般的刺激。方法很简单，在手上涂抹稍量润滑又或凝胶，然后轻轻地将整个生殖器抱抚住，不是前后用力摩擦，而是温柔地从上往下轻抚，就像给它洗澡一样。仅仅这样做就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勃起维持的时间更长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它比强烈摩擦更能持久。第二，不要走到尽头，中途暂停是快感的关键。就在你即将射精的那一刻，请你立即停止。你懂那种感觉吧？就像水即将沸腾，却在沸腾前瞬间降温。一开始或许有些困难，但只要练习2、3次，你就能掌握诀窍。这种方式被称为新快感控制法或边缘控制法。透过这种方式滋味，射弧先不会受到惊吓。当你最终射精时，你会体验到更深层、更强烈的快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也能大大减少你在真实性行为中提早结束的担忧。这是一种有效的联系。第三，腾出一只手放在回阴部，这才是刺激射弧线的核心秘诀。回阴不是睾丸和肛门之间那片柔软的皮肤，许多人从未注意过这个区域。然而，秩序用一只手刺激生殖器，同时用另一只手或手指根部轻轻按压回阴部，就能让射精感变得更加丰沛，减少射弧线内部压力，并几乎消除射精后那种沉重不适感。这对于初期有射弧线飞大症状或射精后腰部、小腹感到酸痛的男性，我强烈推荐。不要用力按压，只需轻柔的按压约10秒钟，你将会感受到身体惊人的变化。好了，请记住这3点，现在就能实践的保护射弧线自为法。不要近我，该一报复事情揉刺激，在射精前停止，重复2、3次，快感将会爆炸式增长。同时按压会阴部，帮助射弧线循环，这并不困难，也不需要复杂的工具。请你今天就观看这支影片，今晚就立即尝试。这3点不单纯是技巧，它们是恢复老化性器官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方法。如果过去自慰对你而言只是单纯的宣泄，那么从现在起，请将它转变成身体管理的健康习惯。年轻时或许欲望当头，但现在你需要的是策略，真正了解身体，正确感受快感的滋味，才是保护射弧线、维持男性自信的真正秘诀。务必尝试看看，让你的身体成为你的盟友。从现在开始，意识的定宁，身体是你的盟友，用不起骗。几天前，一位71岁的陈先生来自台中，他是一名计程车司机，白天看起来没事，但一到晚上问题就来了。他一直有自慰习惯，但每次结束后，小腹都感觉沉重，小便是刺痛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再也感受不到年轻是那种爆发的感觉了。我仔细询问后发现，他30多年来一直习惯只用力摩擦龟头，
快速结束。我建议他改变方式，用轻柔的报复刺激取代用力摩擦，练习在射精前暂停，并安牙挥银部。1周后，他再次来针，说：易事，奇怪了，最近射精后身体反而感觉更轻松了。以前自委腕都觉得很虚，现在却精神饱满。这就是正确方式的力量。当你给予身体它真正渴望的刺激时，它会给予最精确的回应。还有另一位62岁的退休公务员王先生，他退休后也很注重运动和健康管理，但自慰却依然按照年轻式的方式来。问题是，几个月前开始，他能射精，却完全没有感觉了，勃起功能也下降，连和伴侣亲密时都提不起兴致。我想他推荐了新快感控制法。一开始他觉得很难，但坚持练习了3周后，他说勃起功能显著改善了，而且在亲密时也不再紧张，充满了自信。改变自慰方式能影响整个性生活。最后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68岁独居的厉伯伯，他常年饱受射护腺肥大的困扰，一直服用药物，但他自慰后总是感觉小便滴滴答答，甚至射精后要不会酸痛。我只给他一个建议：自慰时是注按压会阴部，并采用缓慢、轻柔的刺激。2个月后，他在定期检查时给我带来一个惊喜：一时我的小便变粗了，而且射精后也不再疼痛了。这不仅仅是他的主观感受，这是舌虎腺功能稳定改善的明确信号。这3位患者都不是什么特殊任务，他们只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60、70岁男性，但他们只是改变了一个小小的习惯，身体就彻底不同了。你绝对不是例外，从现在起就开始倾听你身体的声音吧。你会发现，改变比你想象的来得更快。前面介绍的3个案例，你是否有什么感受？如果你也觉得这不就是我吗？那么，现在就是你改变的绝佳时机。你不需要特别的药物，不需要复杂的期节或艰难的运动，你只需轻轻改变你一辈子习以为常的自慰习惯，身体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。射精感中心苏醒，勃起功能恢复，曾经无尽大菜的夜晚，再次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让我再次强调，60岁后的男性自慰只需要记住3个关键：第一，不要近我，而是轻柔的报复与抚摸，轻轻放松受不得力量，温柔地从生殖器根部向末端轻抚，就能让血液循环更顺畅，海面提得到充分刺激，勃起维持时间也将显着延长。第二，练习新快感控制法，目标不是资本重点，而是在快感达到顶峰前暂停，然后再次提升。这不只是一项技巧，它是一种科学的滋味法，能保护射弧弦，减轻精液分泌器官的负担，同时提升你的控制力，让射精时的快感更强烈。第三，养成按压会阴部的习惯。当你刺激生殖器时，同时轻柔的按压睾丸与肛门之间那片柔软的区域，就能降低射弧腺压力，缓解非大症状或疼痛。一开始或许会感到不习惯，但习惯后，射精后的疲劳感也会明显减少。如果你对回音不刺激感到陌生或困惑，请务必参考我们频道里另一支影片：男人身体里隐藏的真正快感核心。刺激这里，蛇弧现将被唤醒。那支影片更详细地介绍了
如何从肛门内部刺激射弧线的方法。看完后，你将体验到身体前所未有的反应。最后，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讯息要传达给你：自慰绝不是什么羞耻的事。做得好，它是不要；做得不好，它就是都要。如果你过去一直使用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进行，那么就请以今天这支影片为起点，彻底改变你的习惯吧。你的射弧线一定会给你积极的回应，在60岁之后，依然拥有健康的新生活，享受充满快感的夜晚。这是每个努力的男性都影响有的权利与能力。现在就利己时间吧。你的身体从不说谎。看到这里的你，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。只需改变一个不经意的滋味习惯，身体就会给你带来回应，射弧线会恢复活力，你将再次期待夜晚的到来。你一点也不晚，无论是60、70，甚至80岁，你的身体随时都能再次启动，恢复模式。而这个开始仅仅源于你的一次觉察和今天观看这支影片的勇气。现在，请将单纯宣泄的滋味转变成呵护身体的滋味。你的射弧线、你的勃起功能以及你的性生活都将重新焕发光彩。无论你独自生活或与伴侣相伴，一个能正确了解和掌控自己身体的男人是与众不同的。他们拥有更深刻的快感体验，更长的亲密余韵，以及从自信中散发出的从容，这将改变他们整个生命。如果今天的影片成为你改变的起点，请勿必订阅、点赞，并开启统治设定。这个频道将持续为你带来针对年长男性身体与心灵，以及深层渴望的真实使用健康资讯。为了让你再次感受自己内心的热情，为了让你重新拥有充满生机的夜晚，我将持续与你同行。感谢大家，愿幸福与好运永远伴随着你的人生。这里是乐活扬生。